年大喜大肉，食饱煞无想要叮当，结果呢，腹肚才愈来愈大坑。其实只要利用简单的3个动作，而且是坐伫椅仔顶，就会当做训练这个核心的肌肉，促进这个胃肠的运动，帮助消化。动作真简单，连老大人嘛会当做。 若拄食饱，会当试看卖啊这3种动作，加强胃肠消化，卖当训练腹肚筋膜，而且动作真简单，一条球大或者是面轻，就当开始活动。让脊椎做一个斜向右旋转的部分，好，然后我们可以一个动作呢，我们可以重复10到20下。第二动作就是将球大射过脚只片，亲像拍拳同款，来回两边做15个到20下，做3、4组。第三个动作会当坐伫椅仔顶边，轮流甲脚举起来。若是体能较好的民众，就当加强单拖，同时甲两只脚举悬。 借由坐在椅子上，然后来做抬脚的部分哈，然后来加强更强的核心的收缩。每一个动作做15个到20个，一摆做3组。不哩治疗师嘛建议，食饭饱30分钟后才开始做，慢慢食伤济，较袂互腹肚伤胀，无爽快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